我最近成日喺度諗，有一種深深刻入骨髓嘅放鬆，係得喺你聽到身後嗰下關門聲咔嚓一聲之後，先至會出現。嗰種聲所代表嘅唔單止係私隱，而係喺嗰一刻，你嘅神經系統終於可以放低一直扛住嘅重擔。對我哋某啲人嚟講，身處喺出面嘅世界係需要一種持續而安靜嘅緊繃。唔係話我哋驚咗呢個世界，只係我哋一直攞住一個仲未識得點樣放低嘅盾牌，因為我哋領教過呢個世界有時可以有好多突如其來、稜角分明嘅鋒利。我同朋友 Chloe 傾過呢種警覺稅 （vigilance tax），佢發現自己一直處於一種永無止境嘅備戰狀態。呢種唔係對社交活動嘅恐懼，而係一種觀察。佢睇過人性可以係點，有啲人會專登挑釁人，或者針對一啲唔熟悉嘅面孔，純粹係為咗宣洩自己內心嘅摩擦。因為佢從來冇得到過工具去揾到一個真正令佢有安全感嘅群體，所以佢嘅日常基準就變成咗一種穩定而令人精疲力竭嘅戒備狀態。喺呢種備戰狀態入面，你最終會做緊一種無端白事要承擔嘅勞動。你會喺度掃描緊，睇下自己嘅性別會唔會變成俾人標籤嘅理由。你會喺唔同嘅自尊心之間周旋，費事唔小心變咗人哋心情唔好嘅出氣袋。你喺度調節緊成間房嘅溫度，磨平啲零零角角，仲要照顧埋人哋嘅情緒，只係為咗維持嗰份和平。呢種唔係話你避世，而係你覺得好攰，因為你要用咁多精力去喺一啲仲未處理好自己情緒問題嘅人身邊換攞嗰份安全感。我哋成日將獨處睇成係匿埋，但對 Chloe 嚟講，呢種係一種自我保護。當呢個世界令你覺得你一定要先處理好晒人哋嘅感受，先可以諗自己嘅嘢嗰陣，獨處就變咗唯一一個威脅水平係零嘅地方。亦都只有喺呢度，你先唔需要為咗可以生存落去，而去幫人哋完成埋佢哋嗰份情緒勞動。或者我哋嘅目標唔係要收翻埋嗰種警覺，或者我哋只需要承認一點，你已經好攰，因為你一直要做嗰個撐住大局嘅人。你想擁有自己嘅空間，並唔代表你壞咗，你只係守護住你唯一識得嘅避難所，亦即係你嘅內心，直到你揾到一個真正懂得尊重你嗰份寧靜嘅門檻。如果你最近都發現自己退返入安靜入面，純粹係想令雙肩可以放鬆落嚟，我好想聽下嗰份寧靜對你嚟講係點樣嘅。喺呢啲門檻之間，我哋一齊揾緊路。